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线上的朋友，还有在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安怎吼？今晡日我哋合议会的记者会有3个重点，我来同大家宣布，也鼓励大家来参与哦。第一个就是客家洋相故事的整篇发通，也爱发通咯吼，有2个类型，一个类型哦，还是剧情类的类型，剧情类；另外一个是非剧情类，也2个类型。2个类型哦，分别有社会组同学生组。咱哋做得看到学生组吼，唔係只太學生聽，連各種各小做得來參加。今年的主題係水的主題，當然唔做得無用也係水的主題，做得撲有關客家相關主題。今年的年度的主題的體獎係50萬，其他組類別類的書獎的獎金係30萬吼。報名的期間咯，到明年的4月30號。我哋做埋做一件事情，因為我哋看到大家佢會用現代科技，包括用手機的翕影相，有的會用一個面書，一個某安尼平台底部來發布。我知道一定做得邀請大家來共同來用客家議題來發聲。第二係一下洋相已經係主流嘅，故所也邀請大家用創意來表現客家議題。也係第一個客家洋相故事。第二個頭先我哋看到係水嘅主題。第二個還係殯業製作。也殯業製作製作的地點我哋也還係為到我哋高中、高職，也係大學研究所相關的洋相的學生的來設計一個殯業製作的計劃。我哋鼓勵學生的殯業的時節製作的作品，做得來翕有關客家的故事，來講客家的故事。我哋也每一組的得到我哋提證件也證件報名，還係明年6月1號到6月20號，做埋會明年將會來報名，因為也係學生嘅現在大學3年生唔能做得來，也係高職2年生唔能做得來討論，能接下來畢業嘅時節，愛來用客家主題來呈現嘛。故所能有一段時間做得討論，到明年6月1號到20號嘅時節，喺假使用客家主題，你就可以來申請。第二係講我哋喺明年嘅9月20、6月嘅時節送簽入來，9月20我哋就會評選出10個隊伍來頒本輔導金，每個隊伍有50萬獎金。也獎金就幫去製作也10幾篇嘅10幾個團隊。喺明年呢5月31號，116年我講唔錯嘅係喺116年嘅5月31，就後年會搞出一個作品。喺後年嘅7月1號，我哋就會來公布一個得獎。得獎嘅數獎有20萬，其中有行業表現嘅評審團嘅特別獎係15萬。故所也係第三嘅學生嘅，也係高中2年生、高職2年生相關洋相課內嘅同學做得鼓勵大家來參與，也係呈現。第三個我來同大家來報告嘅係一個我哋同樣係經驗。
学语短剧比赛，吼，遐比赛，俺们之前已经有公布的吼，公布的遐判罚，判罚制度呢，迄1/3以上，为25岁以下后生的来主审，吼。用8分钟到10分钟的遐戏剧的表现，吼，来报名，吼。报名的期间到今年12月23，吼。明年的3月14、15，安尼提6队的运动会的时节，会来办理比赛，吼。安尼遐判罚公布以后，有几多朋友同安尼反映，吼。总头度里，佢毋好签后生诶，吼，1/3以上咱们人签，吼。故说，咱哋今晡日特别，吼，增加一个按照一般族，做迄无限年龄，吼。故说，也个学语短剧比赛有2个类别，一个就是一般族，一个后生族，听咱哋今晡日，咱哋会提供。官名吼来宣布吼，同样诶，咱哋体育诶奖，安尼体育奖迄7万吼，总奖金我有80万吼，也鼓励大家早起来报名。特别係咱哋每年就有北港政府站，也各個關懷店诶吼申請。咱哋鼓勵北港政府站來做短劇，吼，迄假是北港政府站有來報名也得獎誒，咱哋佇北港政府站也會類別，咱哋會再過來增加獎金，吼，故所以也會鼓勵大家做得來參與。以上3個經驗新增誒計劃同辦理誒。體育師嘅方式來同大家說明，也歡迎鼓勵大家來參與，也主要我哋可以看到係鼓勵大家提生活獨立，提日常嘅事務獨立，做得融入學語嘅思考，融入客家嘅生活等等，吼，鼓勵大家向下來參與。今日嘅說明。多謝咧，唔知各位媒體朋友、各位朋友有乜問題意見冇？主任吼，我想愛請問一個客家短劇啊，佢個表演嘅形式會係用舞台劇，還是話劇，還是三角採茶戲一種形式來呈現？也呈現吼，唔做得安尼。發揮，但是唔係歌舞劇，吼，唔係可以看到我哋嘅名叫做學語短劇，我哋係要鼓勵我哋用客話來對話，來表現一個戲劇有故事嘅內容，吼，故所還係一個戲劇短劇也係表現嘅方式，吼，所以個唔係歌舞，吼。表演，吼，故所以也會特別同大家來說明。感謝你嘅問題，我來請。主委柯新文提問，想要請教說，剛剛主委講了一些影片的徵件，那看起來都是針對比較專業的影像製作，那不知道對比較生活化的短影片，客委會這邊會不會有其他的推廣措施？其實吼，咱哋頭度講嘅客家影像吼，本客家看一下客家影像，咱哋目前吼無限定吼係專業者，吼，咱哋影像嘅製作無限定時間咯，吼，30分鐘以內就做得，吼，無講1多分鐘，但是係30分鐘，吼，所以呢，一般人都可以來參加，都做得來參加。社會族、學生族，吼，社會族唔係個唔講嘅年齡，我哋無限制，吼。學生也同樣像國小生，也哈各位運用手機嘅，也做得來參加，
吼，我看到嗰度先生要带领学生诶去制作，吼，讲诶毋免太学生，小学生要强用，因为要去制作吼，也还变啊课程诶一部分吼。故说我哋也系面对全民，吼，也毋免专业化，吼，啊专业化有专业化诶安尼吼方式，也按我哋去评审诶时间，我来做考量，吼，故说我有分两个类别，系剧情类同非剧情类，两个大类别。啊，两个大类别制度只有社会组同学生组。以上的回答，唔知有清楚冇？还有问题冇？请。主委好，我看到嘅客家养熊故事嘅章节，佢有讲到，迄讲参赛者系用粘土主题水来进行创作，行下有机会得到50万元嘅奖金。啊，迄讲迄用水来去创作嘅话，系毋系还有机会安尼？同一般日常生活嘅主题来比起来讲，安尼。应该系讲。我哋每一年吼，我有无同样的主题。今年第一年就用水的主题，吼。啊，当然，水的主题我让一个得奖者，吼，啊，一个得奖者就是最高的奖金50万。迄假使迄一般的，毋免也爱主题，俺哋也同样有奖金。伊奖金的每一个类别、每一个组别的第一名的奖金，拢系30万。吼，故所以查片呀、查题呀咧，吼，拢系有机会，全部有机会。好，冇，还有冇？系冇嘅话。咱哋今晡日記者會就到遐咧，吼！啊，感謝大家嘅參與，感謝媒體朋友嘅報道，也感謝線上嘅朋友嘅收看。啊，也會消息請大家轉傳大家，鼓勵大家來參加。感謝，也祝福大家。